请咱做伙来强读上帝的话，请咱做伙来拍开咱的圣经，请咱做伙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第7节到第14节。耶利米书第31章第7节到第14节。耶和华安尼讲：恁着为雅各唱欢喜的歌，为万国中最头的国出大声，传报俄勒讲：耶和华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出的人，看，我要带因对北方来，自即因对地极来，甲因来的有青面的、摆骹的、带身的、要生囝的，规大阵三角来。因要天口来，我要伫基岛带因，我要伫正直未跋倒的路带因到河边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爸，以法莲做我的大囝。列国啊，就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报伫远的海事讲，赶散以色列的要自即伊，搁固守伊。亲像牧者固守伊的羊群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救赎雅各，赎回伊，脱离比伊较强的手。因要到锡安悬的所在唱歌，搁要亲像河水流到耶和华恩典的地，得到五角、酒、油、羊群。牛群的、细只的，因的心要亲像灌压的鱼，拢无过忧苦。迄时，在细路要跳舞来欢喜，少年人、老人也要三角欢喜，因为我要互因的悲哀变做欢喜，也要安慰因。互因伫忧闷了后来快乐，我要用阳历，互祭司的心满足。我的百姓也要因为我的恩惠满意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咱圣经读到这，今日咱邀请的是林伟汉传道师来甲咱证道。今仔传道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请传道师。感谢明智执事拄仔带着咱做伙来读着今日的圣经。今日因为两场的讲道的经文是无共款的，总是感谢着伊用心来准备着今日的经文。也感谢着中孝路教会圣歌队的服侍，而且向着列位兄姐来道一个平安。感谢主有机会，我会使搁回来到淡水教会，对我来讲真正是回家。因为对我伫遮做神学生到今，真正常常会受到侪中职同工的关心。爱感谢着大家一路上对着我的陪伴甲照顾。伫今日我通用着传道师的身份返来讲道，也向着大家来报告，伫今年的1月份我已经顺利来摕到牧师资格啊。所以也请大家通继续为着我的服侍来代祷。这时阵要邀请大家同心来祈祷。生命的光啊，伊就正立体活伫人类的痛苦甲烦恼中，请赐予阮力量，通来成做你的囝儿。基督啊，求你也赐予阮有够也的信心，通来看到你临在伫阮的中间，互阮行伫一条跟对你的路。基督拢要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我服侍的下晡天教会。
这是一个非常真巧的所在。总是毋知影对着大家来讲，什么时阵恁会想讲要回家呢？当咱若是经过一段流浪的日子了后，通回来到一个温暖的家，回到温暖的家，你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感受？是忧伤，还是会充满着期待甲喜乐？伫教会中，常常有一寡会友，虽然讲伊平常时工作非常的无闲，却是甘愿逐礼拜会转去到家己聚会，亲像中孝路教会、淡水教会，会伫遐参与着服侍。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支持着大家安尼来做呢？我相信是因为大家将教会当作是你第二个家、第二个家。当我受派到嘉义中会，就是下半天这个所在在牧会的时阵，我才体会到一件代志。要转去草屯，就是我是草屯人，南投草屯这个所在，才有迄种回家的感觉。总是因为牧会的缘故，一般我拜一的暗时，我就爱回家。这个回家是哪里？回嘉义的家。有时这个回家对我来讲，其实充满着重担。对咱来讲，其实家庭是一个得到安息的所在，是上帝赏赐予咱有平安、疼痛的一个记号。伫今日的经文，其实就向着咱讲起了一个上帝要引带人回家的故事。这段经文背景大约是发生伫耶利米的时代，时间是伫主前的587年。当时南国犹大的百姓，因的生活充满着破碎，因为背离了上帝。犯罪不断领落上帝伫遐咧生气，上帝生气，所以因后来安怎咧？这百姓就亲目睭看到家己的国家来灭亡，受掠，就去到巴比伦这个所在。这百姓因失去了圣殿，失去了家园，也失去了对未来的盼望。因的心灵忧伤佮痛悔。亲像流浪者所唱的悲歌同款，心内也迄个问讲：上帝啊，你还会记我吗？是毋是上帝已经忘记了阮即群的百姓？总是第30章甲31章是耶利米书少数内底带有盼望、欢喜、安慰的经文。圣经学者会称作是安慰的册。经文中，先知来教导着即群受掠去到巴比伦的百姓，爱因接受着上帝的审判，伫遐爱坚强来生活。经过70年了后，未来因若是愿意，就会安怎咧？因继续来跟对上帝，上帝会带领因回去到故乡释安。这就互我想起了。最近咱台湾的社会处境，因为咱的政治动荡不安，台湾人过去活伫迄种失明的痛苦中，时常欠缺平安，甚至是咱的心情非常的丧向，常常互这个世界来掠走，互物质、成就、欲望来捆绑着咱的灵魂。真正得袂到头放，咱受到这个世界来影响，互咱常常听袂到这个对主来的声音。咱也迄个亲像百姓共款咧问讲：上帝啊，你伫倒位？上帝啊，你伫倒位咧？总是伫这上黑暗的时阵，上帝却是通过着耶利米来宣告了一个稳定的福音。第31章第3节，就向着这百姓讲：上主对古早就表明，我用不变的疼你，我要永远用慈爱对待你。所疼的以色列人，
我要甲你强健，要转来到锡安。这是上帝人民疼惜遮的百姓，充满着望的一个应允，要带领着上帝的囝儿行向一条回家的道路。总是现代人在面对着回家这件代志，有无共款的态度，常常是讲有厝亲像无厝共款，有厝却是无厝转去安尼这种感觉。侪人因为读册、出社会，搁为着生活在着外，伫城市在流浪。有侪人一年转去厝内，其实无几届，毋是因为交通的限制，也毋是无时间，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非常的无好，互咱甘愿伫这社会流浪。家庭的问题一直拢是现代人会拄着的困境。毋知影大家有听过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无？伊的创作受到基督宗教的影响，大部分伊所写的遮的文学，拢是用着悲剧来探讨着道德、伦理甲命运的主题。伊的剧本《哈姆雷特》内底讨论着生甲死的问题，其中上出名的一句话就是 “to be or not to be”，“to be or not to be”。这句话所表明的是，咱是毋是要继续来面对着生活，面对着生活中迄种逐项来的挑战甲苦难，要选择结束，也是要行向死亡。伫人的生活中，也不断咧面对着 to be or not to be 的这个问题，有时是活甲死的议题，存在甲无存在的的确意义。面对着生活的挑战，甚至是自由的选择。我会记讲，我拄出社会的时阵，捌想讲要伫台北来找工课。有一天，我去拄着一个意外，差一寡迄天的暗时，我找无所在通住。当我行伫台北车头的时阵，我就看到有侪人伫遐流浪。我的心情其实甲遐个人共款，也伫遐在流浪。伫迄个时阵，我才发现讲，原来我的心内较望有一个温暖的家。科技甲这个社会进步，颠倒是带予咱搁较侪的孤单尔。追求成功，也予咱忽略着迄个生命中真正的意义。有侪人为着生活伫遐着活，却失迷伫人生的路，咱有可能就渐渐离开上帝的家。即使讲是咱伫教会互师也共款，人的本质是软弱的。中世纪的神学家路德马丁看到罗马教会当时非常的败坏，伫1520年，伊写了一篇的非常重要的论文，叫做是《教会受掠到巴比伦》。伊认为讲，当时的教会已经偏离了福音的真理。信徒互教会的体制甲错误的信仰来影响着，伊大声伫遐呼吁着教会爱转来到圣经的真理，却是造成了当时西方教会的分裂。总是经过500年了后，宗教改革已经500年啊，咱的教会真正有进步吗？反正咱所看到的是，现代教会常常受到社会价值观来影响。当阮少年一辈的牧者甲一寡同工前辈在交流的时阵，才发现到现在其实面对的一寡问题，已经甲过去无共款啦。这毋是讲代表因的社会经验甲教会服侍的遮经历拢无路用啊。总是有侪情形，却是过去无拄到的，特别是社青、青少年，
儿童的牧养，伫城市内2-3冬就是一个世代啊。教会变化其实非常的紧，加上前几年疫情的影响，也互基督徒毋知要行向倒位。当咱搁进入到一个 AI 的时代的时阵，信仰的冲突其实非常的大。基督徒爱来思考的是，咱到底要带教会行向怎样的路，想要去做怎样的教会。总是请大家毋通袂记，爱看到光明，有时爱先经验到迄个黑暗。耶利米书就向着咱来表明一条转去释安的路，是行向拯救的正路。伫规卷的耶利米书的经文，起做巴拿甲归回守报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动词不断地出现，这代表的是上帝拯救的行动，以及人对着上帝恩典的回应。咱常常会讲，生命的尽头就是上帝起头的所在。圣经所传达的福音，一直拢毋是一个成功的福音。上帝往往会先互人经验到生命的破碎，才通互咱愿意来活转身，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一个信上帝的人，毋是伫上成功的时阵，互人看到伊的信仰，却是伫上黑暗、上困难的时阵，互人看到伊对着上帝的信心。耶利米书对第一章开始就在强调，先知所领受的呼召是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重建、甲再建的工作。总是这种工作却袂受到众人的欢喜，有时要来宣扬上帝国行伫信仰的路，反倒爱忍受着侪的试炼。所以，请列位的兄姐，当咱每一个人面对着困难的时，爱相信讲上帝有伊的安排甲带领。对圣经中这个受掠的百姓来讲，这条转去故乡的路，其实并无简单，因为需要对着悔改的行动来开始。伫耶利米书守报这个字出现超过100届，伫原文就代表讲一个人以180度活转身的动作。这代表讲一个人原本行伫一条错误的路，伊却爱甲上帝面对面。这个字也通翻译做活转身、归回、悔改、转来的意思。对这个受掠的百姓来讲，要留伫遐，要是要转去到故乡，是一个选择。同款也是 to be or not to be 的选择。转去锡安嘛，代表讲因爱离开巴比伦这个所在，离开迄个互邪恶、罪恶捆绑的所在。活转身嘛，代表讲咱每一个人爱将家己的生命的主权交予上帝。上重要的是，爱知影家己行毋对路啊，爱来面对上帝啊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姐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to be or not to be， 上帝只是其实嘛在邀请咱爱活转身，甲伊来面对面，也重新来去做属灵的家。这个家就是教会，教会地基是爱去做伫耶稣基督。伫遮，我要来分享我牧会上经历的恩典。伫3冬之前，我抽签受派到嘉义，就是鹿草乡的下半天这个所在。有一侪人无听过这个地名。下半天是一个出外来回至少需要10公里的所在，差不多就是半点钟。有一寡会友来看过我伫遐牧会的情形。康信中传道，伊的妈妈江秀媛执事，伊就是下半天教会出身的。因为经济非常的无好，下半天教会阁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，长期互人看做是一间
无五万的教会。伫136档的历史中，只有替一位谢大成牧师服务过，到我已经是第27个牧者。当我去到这种欠东工、欠资源的教会，上困难的毋是有侪重担甲事工落伫我家己的身躯。体会上深的，却是讲想要做啥物，侪代志，却是做袂到。就对无事工开始来做一寡事工，会友愿意动起来，其实才是上无简单的，真正是万事起头难。总是感谢主，虽然会友剩20几个，超过一半因拢住伫庄外，有侪会友因有愿逐礼拜安尼转来到下半天来服侍。因的坚持其实非常的鼓励我。通过回家这个行动，我看到一群人无因为时代的变化，放弃了、放下了这间教会。后来通过着教界的关怀，我也开始伫遐在敲找教会的历史，渐渐有机会会使开始一寡事工。去年完成了135周年的感恩礼拜。原本教会是一间经常费拢欠差不多1年5万块的一间教会，却因为一侪兄弟外侨的关心，突然之间，去年加了60几万的奉献，是几年奉献的2倍。对庄下教会来讲，这真正是非常大的恩典。上帝恩典超越着人的想象，通过着下半天教会会友的行动，真实互我来反省着，伫这个变化非常紧的时代，咱将愿意继续持守着信仰，对着上帝坚定不移，就亲像这受掠的百姓，愿意忠心来跟对上帝。有愿行向一条回家的道路。敬请兄弟，请大家唔通看轻家己，请爱相信，咱的中孝路教会、淡水教会拢是上帝设立的教会。虽讲即几冬淡水教会内外拢经验着一寡大细的风影，总是每一届我转来到这，我拢看到教会有正面的改变，也看到有侪兄弟中一同工有愿忠心咧服侍。这毋是出自人家己的力量，却是一个上帝恩典的记号。To be or not to be， 这其实拢是咱信仰上会面对的一个挑战。上帝其实只是嘛咧呼召咱每一个人爱活长心来到伊的面前，爱离开迄个原本咱受着捆绑的所在，行向伊引带咱所要行的迄条正路。毋知影大家有准备好，你有要回家？你有要回家了吗？回家就是归向上帝，这是一条充满着下罪、医治、稳定的路。愿上帝亲自来引带咱每一个人。伫最后，我要用着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伊的诗来带着大家来祈祷。主引带我的心思意念归向你，伫你内面有光，伊无放杀我，伫你内面有帮赞甲吞润。虽讲我无明白你的安排，总是你知影我爱行的路。阿门。